大港节时，咱伫主日倒转来到伫上帝圣殿，咱来伫遮敬拜伊。你的心有充满喜乐无？为什么有喜乐？因为耶稣降生的圣诞节伫2000年前，差不多伫这个时阵，犹太人、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咧准备迄个心，哇！比赛啊，一个救主要来降生，所以伫圣诞节前的4礼拜，就是大降节。所以咱来甲伊算看卖，咱伫12月21，咱要庆祝圣诞，耶稣救主的降生圣诞节啊，向前来甲伊算，前4礼拜开始，所以今仔日就是大降节的第1礼拜，后礼拜是大降节第几礼拜？第2礼拜。所以伫咱教会每一个教会的节期、圣经的节期的内面，对大降节咱拢会来点蜡烛，因为咱要陪伴咱的心。所以这个时，我是要邀请咱的赵明长老来伫大降节的第1主日来点到第1支的蜡烛，咱来看。伫遮拢总有5支的蜡烛。大降节第1主日要来点到第1支的蜡烛，伊是紫色的。第1届的大降节的主题就是期待甲盼望。期待什么货？期待上帝赏赐一个圣囝为着咱降生。有什么款的希望？伫黑暗中，行伫黑暗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迄个耶稣的出世就是带来希望。这就是大降节。主耶稣伊讲。咱活伫这个世间，不是伫黑暗内面，乃是伫世界的光内面。所以咱充满盼望，阿们吗？所以咱对大降节开始，咱的心就开始陪伴，唔那陪伴来礼拜，唔那陪伴伫你的生命内面，搁较有信心，搁较有盼望向前行。对你的家庭任何所拄到一项事，每一个拢总爱靠着信心，有盼望向前行。阿们吗？阿们！伫黑暗中在行的百姓拄着大光。阿们！这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拍开咱的心，互咱的心对圣神来充满咱。不管你有啥物款，伫这礼拜所受的重担，或者是怨气、压力，拢总甲伊放落来，交托给上帝。阿们嘛！牧师邀请咱的手举起。咱真需要圣神伫咱的内面来充满，所以咱来呼求圣神，咱做伙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请充满我；圣神，请充满我；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圣神你运行伫我每一个人中间，因为圣神来就有自由，就有真理。主你的真理伫阮的内面，所以阮伫自由中见到上帝你会听伫阮的内面。我们大声吟诗，我们学了你，因为你的名堪得尊重。当12届被高举的时，万民拢来就近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是咱要来共读四读圣经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12届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这个是你来找3个人，然后甲伊手甲伊动起来，你甲伊讲，咱来吟诗，来跳舞，学了主，来找3个朋友啊！咱的兄弟姊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伫今仔日的透早，咱要用敬拜而乐做咱的开始，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互咱会当来享受伫上帝的创造内面，咱就欢喜来而乐伊的名，阿们吗？
天门就要大开，圣神的同在甲伊的荣耀就要降落来。阿们吗？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唔拿咱人来敬拜上帝，上帝所创造的万米，都要来学乐伊的名。阿们，阿们。咱做伙来拍鼓啊！咱嘛要欢迎，搁一摆欢迎咱的耶稣要出世伫咱的中间，因为圣神已经降临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就要来纪念耶稣，嘛要来欢迎耶稣，嘛要搁一摆来欢迎圣神伫咱的生命中来做王。阿们吗？阿们。邀请咱每一个人举起咱的双手，伫今仔日圣神要来充满咱。在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民拢出伫你，小伫你，归乎你，你
喊话君王的降临。兄弟姊妹，咱要喊话倒一个君王降临伫咱的台湾这块土地。兄弟姊妹，咱伫最近，咱看到伫新闻的顶悬啊，咱伫两花有紧张无？敢若真紧张对无？兄弟姊妹，咱毋是敢若关心家己的事，伫圣经内面讲，咱毋单单顾个人的事，咱也需要顾别人的事，何况是咱的国家的事、国际的事。而且这是关系到上帝怎样护着咱台湾，成做伊福音的出口。所以咱即马伫两岸中间有这款紧张的局势，咱需要基督徒徛出来祈祷，唔通家迄看做好像是有看到，哪无看到？因为这背后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是咱为着咱的台湾来祈祷，唔那为着台湾祈祷，嘛为着中国祈祷。求上帝亲自掌权，迄个和平是对基督来，咱的基督爱赢过人的私欲，所以咱爱透过基督求上帝将迄个智慧、公义、和平放伫两国的中间。阿门吗？听这，咱的基督是大有规律。既然领这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伊已经将基督的权柄享受伫你的手内面，所以咱这时咱要开声，为着咱台湾来祈祷，举起咱的正手来宣告，上帝要管顾咱的台湾。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你听伫台湾，主啊，你要将你的领事放伫阮的执政者的中间。主啊，你若伫台湾，主啊，你也伫中国掌权，主求你来帮助，互这个所谓的战争无地搞发生。因为主啊，阮知你要保守台湾赢过一切。主啊，你要听阮的祈祷，主你来帮助，互人无出伫私欲，出伫人的权力。主啊，因为这是上帝你所治理的国，上帝这个拢是要属于主你。阮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求上帝你保守阮，互阮有平安的心，互阮有祈祷的心，因为一切平安是对上帝来。主你也保守对华中国。主啊，互因的百姓也是伫迄个平安的中间，互因的国家的执政者，互因知因行是爱行伫上帝的公义真理内面。感谢阿拉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来欢迎，你若是愿意，你会当举起你的手来欢迎君王耶稣降临伫咱的台湾。是咱充满信心，准备转化咱的台湾。降临伫台湾，来做伙来喊话，1、2、3，耶稣降临伫台湾，再一摆，耶稣降临伫台湾，阿门，阿门。拄则咱的儿乐出伫咱的心，对吧？咱的儿乐是归乎什么人？上帝，独伊看伫咱儿乐，所以你愿意用你的普话声，拍扑啊归乎上帝，哈利路亚！上帝你的名看伫儿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对人拢真愿意拍扑啊，甲咱的孙仔儿乐，
却是咱真少拍扑啊对天顶的上帝而乐。咱即马搁较济拍扑啊对上帝而乐，你的心胸搁较空阔。阿门嘛，哈利路亚！较大声咧！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咱第一场礼拜毋是老人哦，拢是少年囡仔，所以咱充满活力甲快乐。阿门，阿门。甲边的人真尊重伊，家讲请坐，请坐。学乐归伫上帝，即是咱要来攻读圣经，记载伫历代志上卷29章13至19节，咱做伙来攻读。咱的上帝，但愿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我算什么？我的子民算什么？阮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你来。用你的米献予你，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居的，是祖先同款。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啥物望。上主，阮的上帝啊，阮准备遮个所有的材料，要对着你的圣名去做圣殿。这个拢是对你来，嘛拢是你的。我的上帝，我知你监察人的心，你爱正直。我用正直的心，甘心奉献这个所有的物。现在我真欢喜，看到你的子民伫遮，拢甘心奉献予你。上主，我列祖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求你予你的子民常常存这款心思意念，坚决为你。搁求你赏赐我的囝所罗门纯全的心，彻底遵守你的诫命、教示、规律，搁用我准备的去做圣殿。咱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话充满伫你的思想内底，来造就你的生命。这是咱要欢迎生做缘投，搁圣神充满咱周雅伦团队阿伦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一切出自上帝，所以我感恩，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阿门嘛！一切出自上帝，所以咱心存感恩，阿门，阿门。好，来邀请咱甲咱的正手举起来，咱做伙来宣告。来，请。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人生的灯塔，快乐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满。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妙。阿门，阿门。有一摆我拜六服侍了，我倒来到厝里，迄时阵已经暗时10点外，我还未食暗顿，是来做枵的啊。所以我决定叫外卖，就是 Uber Eats。所以我用手机的网络来订餐。我点了啊，嘛问爸爸妈妈哦，原来伊嘛想要食宵夜啊，其实大个人拢会枵的。我就订餐订了，我就要等即个食物送到厝。当我点菜点了时阵，我却发现我手机哪会无网络？原来是我的房间内面无信号。所以我伫厝内每一个房间行来行去，伫等有信号安尼。看觅敢有信号无？我记到爸爸妈妈的房间内面，看觅敢有信号，拢无。我若无信号的，我就爱枵死啊！所以我就拍开窗啊，甲手伸出去，手摕咧手机伸出去窗外口，安尼有信号啊，好佳哉！我点的菜送出去啊。毋过我实在是真紧张，因为阮走住伫14楼。若手机落个去，我就无后一顿暗顿通食。所以好佳哉，我迄天我拢有暗顿通食。所以请问大家人，
我的手机敢有歹去？我手机功能无出任何问题嘛？是因为收袂到信号，所以咱什么时阵会注意到即个信号有问题咧？就是可能是你半暝捌倒枵的时阵，才会注意到；啊，就是网络无法度使用的时阵，咱才会注意到。所以咱敢有发现一件代志，愈重要的物件，咱愈会袂记记哩伊的存在。我会讲一摆，愈重要的物件，咱愈容易袂记记伊的存在。就亲像咱的生活中有足侪稳定甲祝福，但是咱却常常袂记记爱感谢上帝。所以咱会讲，感恩毋是生活的配件啊，配件应该是生命中完整的设定。配件意思就是有嘛好，无嘛好。配件就像手指共款，还是咱挂的手表啊。咱若今仔日袂记早出门，但是咱嘛是会当正常食饭，来做礼拜，骑车、开车等等的坐公车，对于咱的生活无足大的影响。所以并袂有人讲我今仔日袂记挂我的破链，所以无办法付钱，等者中昼互你请。并无有人会安尼讲。感恩应该真做咱的完整的设定，就亲像电子产品对工厂出来时的设定。上帝足奇妙的，伊咧创造咱的时，本地就互咱有遐尔好的特质。就像咱第一摆去到海边，咱第一摆看到满天的星，迄款足奇妙的感觉，咱学了上帝的伟大。还是咱信主的时，第一摆唱诗歌，唱甲流目屎，甚至会足欢喜，甲身躯边的基督徒来分享。但是时间渐渐过去，咱所开始习惯安尼的感动，咱袂记咱生活中逐项的稳定，其实拢是值得庆祝甲感谢的。阿们吗？今日咱做伙来回复上帝创造咱完整的设定，特别来调整咱的心态，学习看见上帝的赏赐甲祝福。所以伫历代志的历史背景，是伫南国犹大受掠归回时，便是拄好对巴比伦转来到耶路撒冷。面对这个国家破碎，圣殿需要重启，大人真正是失志，嘛失去这个信仰的中心。所以历代志的目的，就是希望百姓甲上帝重新连结，就亲像手机找到信号共款，来提醒百姓讲上帝有权掌权。历代志描写大卫的故事，因为大卫统治的时期的复兴，带予以色列人愿望，因来鼓励百姓上帝应允，拢毋是空空。但是以色列若阁要一摆复兴，就要恢复大卫，亲像大卫王安尼的敬虔。所以咱今仔日经文提到，大卫准备好起造圣殿的材料，有金银财宝、大理石、铁啊、铜器等等，甚至伊家己的存款拢献互主啊。大卫伊诚做真好的模样，以色列各族的领袖甲百姓嘛拢学习伊，将家己的财产拢归互耶和华的库房，准备来起造圣殿。所以大卫王就伫全国面前学了耶和华，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拢是你的，富有尊贵拢对你来，你有大权能、大气力，互人伟大强盛。但愿感谢你，称赞你荣耀的名。称赞的意思就是大声学了、开嘴承认甲感谢的意思。大卫伊非常的好业，佮大有权柄，但是伊大声承认上帝的主权。伊充满谦卑，伊讲：我的一切拢属于主，我的强盛也是上帝所赏赐予我的。一个真正知影感恩的人，伊需要先看见伊所有的，并毋是理所当然，拢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吗？无怪圣经会记载讲，大卫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因为伊总是追求上帝的心思意念。
学习感恩进前，爱大声承认咱的所有，包括咱的能力、咱的家己、咱的产业，一切拢属伫上帝。所以咱拄啊敬拜而乐的是第3条诗歌，咱开始唱讲：万物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乎你。那毋是因为上帝，咱真正是双手空空，啥物拢无。所以约伯记嘛安尼写：上主赏赐，上主提起，愿上帝的名受称赞。阿免吗？上帝的主权，允准咱享受即马一切的所有。咱敢毋是爱学习大比王，将咱的儿乐甲荣耀先归乎主咧？阿免。所以咱做伙来宣告讲：我的一切拢属伫上帝。来，请。我的一切拢属伫上帝，阿免。当咱有安尼奉献的能力，其实是出伫上帝的恩典，并毋是因为咱有偌厉害。大比伊继续讲：我算啥物？我的主民算啥物？我竟然会当安尼甘心奉献。其实，咱若想想，大比伊哪会讲伊家己算啥物？哦，伊是真正非常的厉害呢。伊非常的好业，毋过伊却讲。我为着上帝的殿，我已经尽我所有的气力啦，佮将所有的财产拢献予上帝。大人感觉会记得咱的即摆总统是赖清德嘛，对吧？对。咱的前总统是蔡英文，所以蔡英文伊即摆退休了，伊一定有一笔的存款。这个财产有啥物款的目的咧？一定是伊的退休金嘛。伊为着将来生活，伊为着照顾伊家己，照顾伊厝内的人，还是照顾伊的猫仔，还是咧陪伴伊年老的时，有可能爱住院，还是有可能破病，所以遮个钱、遮个财产，拢是伊的保障。毋过大比伊将伊家己的所有拢献予主啊，了伊就立所罗门伊囝来做王。大比当时已经年老啊，可能是70几岁。这个产业对退休的王来讲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财产，就像蔡英文总统共款，这个财产是伊的退休金，甚至是伊面对政治的灾难、灾害的时一款安全的保障。所以这伊所奉献予上帝，这毋是伊的10亿奉献尔，这是伊的10一切所有的奉献，10奉献，毋是11奉献。这是伊代表伊甘愿食老本，放弃伊一切的财宝，甲伊的安全感，来倚靠迄位赏赐伊一切主。阿免吗？所以代表伊非常的大方，佮甘心乐意，佮充满信心。所以有人讲，奉献其实是将上帝赏赐咱的献予上帝。既然这一切拢出自上帝，代表嘛献上伊所有的一切，用敬畏的心来献予上帝。阮若是安尼，咱基督徒的奉献，甲民间宗教的献愿有啥物无共？第一，献愿是咧交换，我先下愿，生命若达成。我就报答伊。第二咧，安尼交换的关系，常常带着惊吓，就亲像我一定爱行济，若然无行济的话，我一定会受天咒诅。过来有足济的行愿，拢是为着满足个人的愿望，求万事平安，还是事业的发达。但是咱的奉献完全无共款，大家人同意吗？阿免。奉献伊本身就是一个恩典，那毋是上帝先供应，咱连奉献的能力拢无，而且奉献是建立伫疼的关系。咱诚做上帝的囝儿，咱透过即个机会表现对天父的疼甲倚靠，咱毋是将奉献当作我有奉献，我就亲像咧买平安求保庇，这毋是咱基督徒的心态。奉献嘛是出自咱的甘心甲咱的喜乐。因为得到上帝足济的疼，所以咱愿意回应上帝的美好。因为相信讲，就像诗篇所写的：“你是我的主，
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就是中文的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奉献嘛，互咱有机会参与伫上帝的工，这金钱拢是为着传福音，嘛是为着要起造教会。所以奉献绝对毋是要达成咱个人的愿望，是要成就上帝的国度。阿门吗？阿门。所以奉献毋是因为奉献，是因为我相信上帝，所以来回应上帝的美好。大卫伊继续讲。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居的，甲阮的祖先同款。即句话讲出大卫对金钱甲权力的看法。伊愈好业，伊煞愈谦卑；伊愈成功，煞愈感觉家己不配。出外人的意思就是女性的人，寄居的原文的意思是讲租厝的人。所以咱即摆有人搁住伫迄厝，是你逐个月该付厝、该纳厝税无？安尼你就是寄居的人，因为即间厝毋是你的。所以大卫的意思是，伊家己来到即个世间，就亲像在旅行共款，伊袂停留足久的，而且伊的财产、成就甲地位，嘛拢毋是永远的，只是上帝交代互伊，暂时先互伊管理。大卫讲到大卫伊讲，甲阮的祖先共款，因为古早以色列人伊嘛常常犯共款的错误，就是将上帝所赏赐的土地、财宝、圣殿，甚至是律法，拢当作是应该得到的管理。所以大卫是期待百姓认捌耶和华才是真正的主，用敬虔的心、敬虔的态度来敬拜伊。常常笑念，莫将耶和华的赏赐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大卫伊嘛讲，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啥物愿望。影伫希伯来文化内面，代表无稳定，最容易对光有变化，而且嘛摸袂着。这是大卫伊伫食老的时阵的体会。伊体会到人生就亲像影，足紧就无去。咱来想想，有啥物物件比有足侪物件比咱人搁较长岁寿？我即摆想到就是有一寡乌龟，搁有一寡神木，这些拢比人搁较长岁寿。所以人生遐尔短，咱若无倚靠上帝，咱根本就无通有任何愿望。这是咧提醒咱讲，上帝互咱的时间、金钱、甲机会，这拢无办法永远掌握，咱只是受到上帝的委托来管理。上帝将这放伫咱的手内，毋是要互咱高估家己，是要互咱甲伊同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在准备起造圣殿的时，伊一点点拢无骄傲，因为伊知影会当奉献，是因为上帝先赏赐互伊。既然地上的事拢无通倚靠，性命的保障嘛无在伫财产，名声嘛毋是永远的。安尼咱活伫即个世间，会当做啥物呢？咱会当真做忠心的好管家，将上帝交代一切投入伫属天永远的事，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咱做伙来宣告讲，我虽然是出外人。来请，我虽然是出，但是愿望在伫永远的主。阿门阿门。是咱是出外人，毋过咱的愿望伫永远的主。大卫伊对上帝讲：，阮的上帝啊，阮准备遮所有的材料，要为着你的圣名来起造圣殿。圣殿的英文是temple， 其实就是庙的意思。就是敬拜神明的所在，但是圣殿伫希伯来原文内面，伊的意思更较接近上帝的厝。所以庙甲上帝的厝无共的所在是，庙的出发点是对人，庙是人敬拜主的所在，但是上帝的厝的出发点是对上帝，是上帝伊所住的所在。圣殿伫其他所在，
大笔其实伊嘛用王宫来称呼，这表示讲这毋是普通的建筑物尔，这是尊贵的上帝的厝，这是有耶和华同在的所在。意思就是，百姓毋是关钱起一个宗教的中心，是做伙参与，互即个世界，互大家人拢会当拢会当看见上帝的同在。所以大笔伊讲，我的上帝啊，我知影你监察人的心，意爱正直，我用正直的心甘心奉献这所有的物。上帝看的是咱的心，毋是安尼数字。所以大笔伊毋是讲上帝你意爱金钱、珍惜财产，因为上帝毋是用数字来量咱的奉献，伊是看咱敢有愿意无，佮有咱敢有一个真实的心。所以咱在座的人，咱敢有坐过飞轮机？若有诶，请你举手一下。好，坐过飞轮机，好，我有坐过飞轮机。OK， 好。所以咱咧坐飞轮机，起飞、降落还是要用餐的时阵，空中的服务人员会对咱讲，请家己的椅仔徛好直嘛，对。家己的椅仔调整互直直，安尼咱第一是安全，第二是食饭的时阵你较袂砸着后壁的人，互有较济位会当，较济空间会当来食饭。顶一摆阮全家出国的时阵，我就注意到安尼，即个服务人员因对外国的即个旅客，因讲 please， 歹势，因讲 please put your seat in the upright position。我来去查着，我发现讲 upright 即个字，就是椅仔直，甲椅仔调整互直的意思，嘛是正直的意思，是共款一个字，共款的意思。所以当咱奉献的时阵，咱爱徛互直，大方真心来献互主，毋是翘句讲我无啥愿意奉献，毋是安尼，是徛互直，安尼来献互主，大方献互主，但是大笔共款。所以大笔伊毋但家己甘心乐意，伊嘛看到百姓安尼做，伊的心内充满欢喜。伊毋是因为募款成功足欢喜，伊是看到百姓的心互上帝感动，因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主。所以这段经文咧提醒咱，上帝所看重的毋是数字，是正直的态度，毋是能力，是心意。所以每一摆的奉献，拢会当对上帝讲：主啊，这是你互我的，我甘心去献互你。安尼的心，互上帝实在非常的欢喜。虽然做伙来讲，我要正直、甘心来奉献。来，我去讲一摆，我要正直、甘心来奉献。来，请，我要正直、甘心来奉献。阿门。伫经文的最后，代表伊并无将重点放伫材料敢准备有够额，因为工程敢有顺利。伊嘛无讲家己是一个做大方的国王。伊上关心、伊上迫切求的只有两件事：第一，就是求百姓，求上帝互百姓的心思意念坚决归向主；第二，就是互所罗门的心遵守诫命，行主的道路。代表是一个准备将王位交接落去，已经年长的一个领袖。但是伊最后的祈祷，毋是求成功，是求有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代表知影，真正的感恩，毋是一时的情绪尔，是上帝互咱人原厂的设定。真正的感恩，嘛毋是短短时间的感恩尔，是一款生命的态度，常常拢献上感恩。所以即摆咱为感恩节到抬杠节，过几礼拜了，就是圣诞节。即三个节期，即三个节期是要提醒咱，爱回想上帝的恩典，仰望上帝的作为，跟领受上帝的礼物。这就是咱今仔日的主题，一切出自上帝，所以心存感恩。当咱有安尼的能力会当奉献，咱就爱来感恩；当咱有通仰望，咱就爱来感恩；当咱会当领受耶稣，咱就更加爱感谢主。
所以感恩节，互咱看到，互咱回头看咱一年来的每一步，上帝的赏赐，每一个人对咱的帮助，每一个料想袂到的稳定，毋是因为咱有足侪的气力、足侪的能力，是因为上帝大声赏赐互咱。感恩是，我今仔日还阁会当喘气，是因为上帝有缘扶持我。咱对家己的气力，活转去来孝念上帝的恩典。煞接特别进入抬杠节，咧提醒咱真正的愿望，并毋是靠家己的准备有偌尔矫情，是学习来听候上帝的引带，嘛听候上帝的应允成就。就亲像历代志，鼓励受掠归回的犹太百姓，爱充满愿望，因为耶和华的应允无空空。嘛亲像大卫的祈祷，求上帝坚固这百姓的心，互因归应主。所以抬杠节，伊将咱的重点对我要做啥物，变成做主啊，你要做啥物？毋是靠咱家己的气力，是我靠迄位要降临的主。然后咱来到圣诞节，圣诞节这是上帝将上宝贵的礼物赏赐予咱的日子。2000年前，上帝的囝出世，伊将救恩带来到这个世间。这嘛是咱今年圣诞主日的主题，叫做“穿越时空的礼物”。好，来，咱做伙来讲，来，请穿越时空的礼物。这个礼物是啥物呢？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迄个突破时间甲空间，进入咱生命的礼物。当咱讲一切拢出自上帝，所以咱的心存感恩，毋是因为今年是好也是无好。是因为上帝已经大声将家己的生命完完全全拢献予咱，这就是咱上大，嘛是永远袂消失的恩典。阿门吗？阿门。最后，咱用大笔的安尼的学乐来诚侪进入感谢甲抬杠节的祝福。大笔伊讲，主啊，互阮的心坚定归向你，互阮甘心乐意。将对你来的，搁献予你。我搁讲一摆，主啊，互阮的心坚定归向你，互阮甘心乐意，将对你来的，搁献予你。愿这诚做咱的回应，用真实的心来敬拜，来备办这个感恩的季节。阿门。好，咱这个时阵做伙来念今仔日的经文来。请，我的上帝，我知你监察人的心，意爱正直。我用正直的心奉献这所有的物。历代志上卷29章17节，搁一摆来请。监察人的心，意爱正直。我用正直的心甘心奉献这所有的物。历代志上卷29章17节，阿门。咱做伙来唱这条诗歌，来邀请大家人起立。专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小弟你。咱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
你安尼在听我多多想伫你。主啊，我伫这，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野，保佑甲天运，为人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感阮的心来娱乐，全心全力感谢耶稣。学习代表王源的正直、正直的心。哎呀，继续来敬拜伊，一切拢很好主。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野，保佑甲天运，为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唯一的困求，是你为感染我，献上我的。我的一生，祈求来完成你旨意。大声来传一个主啊，我的家，主啊，我的家，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野。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一主日，后礼拜是咱教会感恩的奉献。咱可能想讲，除了献出奉献安尼金钱，咱可以当奉献啥物互主？你有可能看家己的年纪，看家己的才能，感觉家己揣拢做无够起来。不过上帝毋是安尼看待咱的，阿免吗？上帝看咱是充满满满的能力，满满的快乐，阿免吗？阿免。这时咱要为咱每一个人，咱要为咱家己来祈祷。咱开始来想讲，咱会当献什么来献互主？咱当将什么来献互主？咱将咱的心，咱将咱的祈祷，咱将咱的敬拜，咱将咱对咱囝儿，特别是对咱囝儿的祈祷，对咱囝儿的安尼照顾，一切拢会当来献互耶稣，来献互主。咱为着咱家己祈祷，咱要献上咱专心，咱要献什么互主耶稣？咱来祈祷，哈利路亚！是主，阮将阮的一切拢要来献互你。对啊，我们的学习代表同款，将一切拢来献互上帝。真正一切拢是对主来的，所以阮一切拢要献互你。对啊，阮将阮的一切拢来献互主耶稣。阮的金钱，阮手所做的工，阮的才能，我算感觉家己用上献献互主。但是阮的祈祷卖当来献互你，阮的敬拜，阮可以当款开的时阵，阮一切拢来献互主耶稣。哈利路亚。
咱手来敬拜主。咱做伙来宣告主啊，我伫遮。主啊，我伫遮，献上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予你，因为我无够定，保佑甲是阮，会当献予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学习去代笔，愿我的一生，正做你基督，来完成你旨意。愿我的一生，愿我的一生，正做你基督，来完成你旨意。哈利路亚。咱将咱手举起，咱做伙来宣告：一切出自上帝来请，一切出自上帝，所以我的心感恩。所以我的心感恩。阿门，阿门。咱就破我声献给主耶稣，哈利路亚。因为大声收属咱，阿门，阿门。所以咱开始当来奉献，阿门。看你今晚请坐。一切出自上帝，所以咱的心感恩。感恩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事工报告，请潘牧师。谢谢，感谢主，互咱伫今仔日会当来透过阿伦传道来领受代笔对伫上帝迄款的敬虔甲感恩，也是咱值得学习的。特别伫即个世代，咱时常爱心存感恩，
因为所有一切的大自然，咱敢知？一切大自然所创造的，拢是上帝天上入侵地上，就是上帝透过这的显明，伊伫咱的中间。所以咱看见大自然，就是看见上帝。所以咱的心搁较大喜乐。咱伫后礼拜是感恩节，后礼拜是感恩节，所以咱对伫这一年内面，你的感恩，你的欢喜，献上，然后用你的行动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敬虔。所以咱后礼拜是咱的感恩节，咱的兄弟特别来注意这个时间。这是咱来看咱关心咱教会这礼拜的消息，有没有影片？咱顶礼拜咱亚外礼拜伫绿世界，咱感谢主，这届拢总有7架游览车，然后咱有78位拢是新的朋友。一年一届的野外礼拜吼，所以非常的好佚佗，大家也感觉伫遐有真侪的交易，小组甲小组，牧区甲牧区吼。嘛，因为有人去野外礼拜了，转来伊讲要领洗礼，要洗礼吼。所以感谢主。好，还有影片吗？没有。好，今仔日是大港节吼，咱预备咱的心。接下来咱今仔日的导读的经文，这个导读的经文吼，咱逐工拢有抄写，对无？咱今年要甲你所抄写的，要收倒转来，然后要甲你订做一本，就是你家己写的经文的手册。好，所以伫12月31，咱要收倒转来。所以若还未写完的，会当紧报起来。每一工一句上帝话记伫咱的心内。咱来导读咱的台语的经文，你着坚强来请，你着坚强做大丈夫。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的，行伊的道路，列王记上卷2章2到3节。咱搁来一摆来，你着坚强做大丈夫，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的，行伊的道路，列王记上卷2章2到3节，是咱着坚强遵守上帝所予咱。行伊的道路，阿妹吗？这是咱也需要对咱的囝儿后一代，将耶稣基督的道路，互因行伫这个中间。感谢主。好，过来，这就是咱的野外礼拜哈，咱拄则有看到。咱也继续为着这70几位best， 就是第一届来到教会这新朋友，拢是咱邀请的。70几位，所以咱继续为着因祈祷，因为伫即个末世时，咱看到整个的国际的局势，咱拢爱有一个警醒的心，总是咱的心内是有平安的，阿们。所以这70几位，咱每一工暗时，每一工 RPG 祈祷的，拢为着因祈祷，互因紧紧会当来领洗礼，归伫主的名下。好。咱昨昏咱连续拢有咱的报道的季节。咱昨昏伫迄个4号公园的823公园遐，拢总咱的教会有侪人伫遐来传福音伫遐有迄个圣诞嘉年华，所以参加的人大概有200-300人。咱教会去到伫遐，然后为着300个人祈祷，一个为着伊祈祷，咱接触4000几个所以300为着300个人祈祷。这拢是也未信主的，所以耶稣基督伊建立教会，就是要传福音。咱的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感谢主，互咱昨昏伫遐有真侪人接触，真侪人来听见福音。咱的牧师周牧师也嘛伫遐讲道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好，过来，感谢主，咱的培育学校。每一年咱拢有培育学校，咱今年第19期，咱伫礼拜六有7位伫成长班，伊完全拢有出席，然后有写笔记、抄圣经来结业所以有7位，咱感谢主，遮拢要将来成做咱的小组长。过来，
咱门徒班有9位，有9位来毕业来结业哦，搁过来就是领袖班。好，咱看领袖班，这是领袖班，这几位出来就是开始要伫幸福小组来传福音，做副长，然后渐渐训练因成做小组长。小组长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牧养小组。好，这就是咱的教会一个真大的核心的价值。好，感谢主，咱伫后礼拜圣餐搁有感恩节，咱的圣餐伫即届上帝准备真济的家庭咱的拜2到拜5，咱的教会有迄个课后班对吧？星光学院课后班囡仔就拢会到下课了来到伫咱的教会，然后伫遐写功课，老师带伊读圣经、祈祷，哇，真奇妙！伫遮的囡仔因拢是迷信的家庭，因为囡仔来星光班，然后囡仔讲要洗礼，囡仔家己讲要洗礼，了后伊的父母就讲：我的囡仔若洗礼，我就对伊洗礼。所以伫咱的课后班变受洗班，有2个家庭，所以咱即届看到拢总有7个囡仔要洗礼，然后有7个家庭是对别个教派转来咱永光教会，也阁有7个大人6个大人要来洗礼。所以后礼拜是一个咱收割结果子的事，咱每一个人拢爱出色，因为这就是上帝欢喜咱所要做的。所以当咱出色的时阵，就是咧甲伊同欢喜，来祝福伊，来为着伊祈祷。所以这就是咱后礼拜有圣礼典，希望咱每一个人备办咱的心来领受圣餐。好，过来。后礼拜也是感恩节伫后礼拜咱会送咱永光教的月历出来无须去探访的时阵，拢看到咱吊月历哇，迄个月历真做咱一个永光教会一个真好的记号。所以你若要摕月历的，会记得后礼拜爱来一户一份哦一户一份，所以咱份数有限，所以后礼拜你来的时阵，咱就会当来分一份好。过来就是咱的圣诞节的整个的系列的节目咱大兴昨昏是伫4号公园过来拜6是咱的青少年过过去就是咱的亲子礼拜儿童的部分，过来就是咱家己圣诞节，咱圣诞节是12月21礼拜日上午敢若一长的礼拜咱的圣诞节拢是联合的有咱的圣歌队的赞美讲到咱圣歌队牧师嘛邀请咱会当来参加咱的圣歌队咱的圣歌队咱还阁有4礼拜通学习，所以假使你时间你愿意，甲你的性命、甲你的歌声奉献给上帝，请你伫即届你会当加入咱的圣歌队的娱乐互咱的圣歌队娱乐真做参像天使、吟诗一般样来献互咱的主的降生。好。咱的导读的迄个抄写经文牧师拄则有讲，所以咱伫12月31咱就要收到倒来，所以你来家己保存好你若欠一页，你来甲干事来替你会当补写好，这是咱的导读抄写经文咱的周牧师今仔日去到伫永和教会伫遐有服侍，咱的周牧师即摆是担当永和教会小会议长，因为因的牧师离开所以即摆无牧师，所以中会派咱周牧师伫遐。因今仔日有和会、有选举、有圣餐，阁有小会、中纪会所以牧师一届去拢全部甲伊处理好势所以这是咱的牧师的服侍，咱嘛常常为着牧师的出外的服侍来祈祷。过来就是咱每年咱开始咱教会咱推动的灵修，咱用这个活泼生命的 QT 所以咱即马开始会当来定，咱的囡仔嘛有因的灵修本，所以咱拢会当来甲干事来定交钱然后来甲伊定一年咱的教会拢是用安尼来推动咱每一个人的灵修的生活咱的冷气目前奉献达到184万184万所以咱继续为着这个钱来祈祷，咱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咱因为咱是敬拜主的，是传福音的，所以伫钱的款项用咱的心来奉献，所以咱拢毋免烦恼好，感谢主过来就是咱的课后班的星光学院因为社会局看到咱所做的，所以甲咱颁奖社会局甲咱颁奖所以伫第2场的时阵要来颁奖，互遮的老师甲遮的细囝好，过来
咱的青少年这届因的主题叫做抢救圣诞任务，所以青少年有真活泼真热烈，要来带领这个也未信的青少年。所以你的囡仔、你的孙啊，会当甲伊带来参加咱的青少年的圣诞节的抢救任务是伫12月初六，过来的拜六，过来拜六是一个真好的一个组织。所以青少年真需要来到伫咱的牧区来参与，互因认捌主。好，过来。这是咱的儿童的部分圣诞超能特工队。那么来注意这个时间，好。咱特别为着郑兆聪弟兄伊的身躯的软弱来祈祷好，这个是牧师邀请咱起立，咱要做伙互相来祝福。来，请。圣诞节来，我是介绍咱的罗崇杰医师罗医师的太太。咱的罗医师咱的罗医师罗长老伊的太太咱真欢迎伊拍拍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咱做伙来祝福来。徛伫牧师来祝祷，主你透过大鼻王，伊对你的敬虔，对你的奉献，主答阮学习，阮也领受这顶好的福气，因为阮所有一切拢对你来，阮要主你来感恩。主你互阮的性命，互阮的生活，互阮甲厝里的人的关系，拢常常充满感恩，因为恩惠对你来。你的福气要享受伫阮永光教会，所有每一个兄弟姊妹以及因的家庭，这个恩典、这个感恩，要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大家平安，上帝祝福咱，请坐咱礼拜到这。伫直播上的兄弟姊妹，上帝嘛祝福恁，祝恁平安。